喺呢個年代背景之下咧，無論你讀書幾叻都好，喺過去嘅世界咧，到今時今日咧，你所讀書嘅知識或者個學歷啦，已經變得更加唔重要。喺 AI 嘅大前提之下，AI 已經成為各項領域嘅一啲專家。即使你讀咗書，攞到一個證書或者學歷，出嚟社會係咪代表有競爭力？我覺得喺呢個年代嘅話，更加要思考就係嗰啲嘅證書或者內容咧，係咪你人生自己喜歡呢一點先至最重要。最重要嘅就係真正咁愛自己，而唔係讀一啲自己唔中意嘅內容，去花費自己好幾年嘅時間，考咗一個專業證書出嚟社會入邊咧，亦都揾唔到工作，而對未來產生好多懷疑、恐懼同埋擔心。我會覺得寄予呢一啲嘅後生仔啦，或者呢啲創業嘅伙伴啦，第一件事就係考慮我可唔可以創造到有足夠嘅被動式收入。但係正正係喺呢個大嘅教育環境同背景之下，冇一間中學、大學或者小學係教人大家理財或者投資致富，係冇任何學科係咁樣做。咁喺呢個 AI 嘅年代之下咧，更加要着重地揾出你喺出嚟社會之前，或者由細已經 build up 到一種技能，就係你擁有持續而不斷嘅被動式收入賺錢。我相信咧，善用 AI 咧係的確可以發生嘅。如果能夠善用 AI 可以幫助你人生咧，係真係擁有無窮無盡嘅被動式收入嘅話，我諗你哋會大家重新思考一下乜嘢學科、乜嘢大學嘅內容先至你人生最喜歡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 Sir，一個研究咗量化交易策略好耐嘅投資人。即刻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去感受量化交易嘅威力啦！